一切可还顺利？粮草已经运回来了。快点啊！班恒呢？糟了，把他给忘了。啊！不可以！救命啊！你放开我家夫君！西北鱼，你都成亲了，你还来勾引我？你给我滚！个渣男！你愣着干什么？快跑呀！好，走。还好我有周公子。你要是再晚来一步，我的清白就没了。到时候我就从那个屋顶跳下来，不让别人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行，我不动了。不，等等，你刚才踹门的时候叫什么来着？我有说什么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你叫我夫君了吧？我听见了。我事出紧急才会出此下策，你不准当真啊？不当真，怎么会当真呢？不过就是班恒长这么大，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叫我，感觉好极了。要不你再去大声听听？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早知道不救你了。反正不当真嘛，再叫两声啊！想占我便宜，你想得美！哼！我没占你便宜，要不然我先叫。你叫？娘子，娘子！我不听！不是，你还没叫呢！说好来救我的人呢？那女的力气比软绵绵还大，抓我跟抓鸡似的。你看这印子。哎呦，我看看。哎呀，她的嘴巴离我就这么一点，气都吹到我脸上了。是姐对不起你啊，姐给你赔不是。这样，弟弟，等过了饥荒，你想吃烧鸡烧鹅，姐都买给你，好不好？少来，我才不吃这一套。今晚要不是谢婉瑜，我可就回不来了。亲姐呢？有你这么过河拆桥的亲姐吧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谢婉瑜跟我比较亲呢。怎么，弟弟这是想和谢姑娘再亲一点的意思啊？不是那个意思。没事，姐帮你探口风。谢姑娘，哎呀，你说我弟到了弱冠年岁，还这般幼稚，也不会讨女孩欢心，只怕这辈子呀都没人会喜欢他了。这京城女子众多，各有所好，我相信定有心仪世子之人。郡主不必过分担心。京城女子的心思我不想知道，我就想知道谢姑娘的心思。婉瑜觉得世子他爱吃、贪玩、奢华浮夸，这话倒实在。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已经改很多了。别插嘴，人家还没说完呢。谢姑娘，你慢慢说，我弟呀缺点太多了。世子呢，他虽然不是一般的纨绔，但是几番相处过后，觉得他本性善良，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。对嘛，这才是我的本性。还是你等我，没枉费我对你